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1月初2。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8篇20节到30节，路得记第3章第1节到第7节，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2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家己的人。将人当作家己的人，甲好的厝边的观念其实是相款的。咱要先对路得的故事来看。首先，咱当然看到拿俄米甲路得当作家己的查某囝。虽然伫希伯来文的字，查某囝甲新妇同款一个字，但是事实上，拿俄米真正甲即个路得甲俄尼巴当作查某囝，嘛因为安尼才会要求因离开，互因倒转去故乡，通好等下搁一届来结婚，免得将来甲伊共款，才做一个无圆梦的人。但是咱看见经文的记载，路得虽然丈夫已经失去大家又搁要求伊离开，但是伊却是认同拿俄米亲像家己的老母，伫家呢的长辈共款，愿意专心来跟对。另外，咱看见波阿斯伊对厝呢即种伫田内底的仆人，对遐的孤儿寡妇，以及路得，也拢甲因当作家己的一家人。咱伫新约圣经即个使徒行传第7章，看见司提反受掠了后，伫犹太人的议会顶面头前来申诉，伊提到侪关于摩西的代志。伊也讲上帝互亚伯拉罕实行伊的成立的日子伫要到以色列族伫埃及的人口已经增加真侪。上帝亚伯拉罕实行的即个成立到底是啥物货？所指的其实是土地，所以应允之地啦。上帝互以色列人两个应允，一个土地，一个是人民。但是人民已经有因为因有真大的数额伫埃及，而且连即个法老王都惊吓，佮想办法来欺压以色列人，想办法来灭绝男性的婴仔，来做人口控制的手段。因为埃及虽然统治即群以色列人长到即个430年的久，但是却从来无将以色列人当作家己的人来看，颠倒将因当作一个战败国，也是奴隶。但是伫迄个时阵，咱看见一个被埃及的公主对水里救出来，即个摩西，伊将近40岁的时阵，有一天伊出去外口巡逻，伊看见有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的士兵来欺负，伊却安尼认为伊讲圣经的记载讲，有一摆伊看见一个同胞受埃及的人欺负，就硬劲来保护伊，为着伊来伸冤，将埃及人杀死。伊用同胞话明白上帝的旨意，要用伊来解救因，但是因竟无明白。
以色列真正是无明白上帝的旨意。虽然摩西对以色列人有真悬的认同感，但是以色列人却对伊的身份、对伊的穿插、对伊的地位无法度认同。摩西是家己的人，是毋是？咱看见出埃及的第2章，摩西伊逃走去到伫米甸的旷野去。迄个时阵，叶忒罗甲伊的查某囝的对话是安尼讲：有一个埃及人帮忙阮，伊将欺负阮的雇养的人赶走，佮替阮拍水，互羊仔啉。对于外表来看，即个伫真乱的即个中间逃走的摩西，伊却穿着即个埃及人的衫。因此，上款的原因，咱看见出来记第2章中间所记载迄位的希伯来人，伊安尼讲：什么人指定你做我的领袖，做法官来管理阮呢？事实上，咱拢知影，伫圣经的记载，上帝设立摩西做拯救以色列人的领袖，以色列人却犹原坚持硬心来找理由来拒绝，无要将伊当做家己的人，好咱亲像伊是神来外来的，都无属于家己的人。对于路得记的记载，迄种的时代背景中间，咱来看一个真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被排斥的外人，咱讲外邦人，迄种的认同甲福音。通常咱即种讲的非主流的人士，也是讲路尾才来，比较容易受到排斥。因为无属伫原本的即群人的关系中间，伫既有的关系，伫已经有的组织的中间，是毋是遮个人会通放落迄个已经有真歹改变的习惯甲思维，来容纳接纳新的成员，或是新的改变？其实，这对一个团体、一个教会来讲，对一个团体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团体、对原属的成员、对新加入的成员，其实拢是挑战甲功课。对于路得的角度来看，路得、拿俄米、波阿斯，甚至波阿斯这个仆人。因为因接受新的改变，因诚做双赢，毋但双赢啦，逐方面拢赢。但是迄位离开的5年8，伊却是输的，因为迄倒转去坚持原来的原状。这个功课到底要爱咱学习什么？咱今仔日犹原要用诗篇18篇20节到30节做伙来读，然后要来祈祷。耶和华照我的义报答我，照我的手的清气报赏我，因为我遵守耶和华的道路，袂捌做歹离开我的上帝。伊的法律拢伫我的面前。伊的礼仪我袂捌弃杀，我伫伊的面前做完全，我也保守家己离开我的罪恶。所以耶和华报赏我是照我的义，也是照我伫伊的目睭前我的手的清气。自爱的人，你用自爱款待伊。完全的人，你用完全款待伊；清气的人，你用清气来款待伊；乖僻的人，你用圆巧来款待伊。因为困苦的百姓，你要救伊；自个的目睭，你要互伊回落去。
因为你要点到我的灯，也予我的上帝要照光我的暗。因为我靠你冲入军队，我靠我的上帝来跳过墙。论到上帝，伊的路是完全，耶和华的话是过锻炼的。既然我靠伊的，伊就做因的盾牌。恳求主予咱伫军队伊的骹热的时阵，愿意随时被改变。伫圣经的原则的中间，遵守真理的原则，继续向前来彼此接纳。阿门。